港佬生活2025年6月 Week 1為工作，為自己生活去做交接。6月過咗第一個星期，雖然不停交接工作俾下一手，但好似仲有好耐先可以離職咁。其實我部門連續幾個 manager 都遞咗信，完全可以做到上星期講嘅情況，就係去中層化，只係留底嘅同事慘啫。你如果問我係做邊行，我可以同大部分做 office 嘅人答案都係同一個工種，即係清潔工。點解係清潔工？因為所有人實際都只係幫公司、上司、同事去執屎，所以工種其實都係做清潔，只係表面或者網名係做 IT、accounting、marketing 之類。如果再發展落去，好快就顛覆傳統文職行業。到時真係做藍領工作更有生存力。其實我係掛名做5日工，不過好多時平日星期六、星期日都 OT。呢份工做咗咁耐 ，workload 不停加，人手又不停 cut， 自己都無新動力再去改流程，所以留俾其他人去做對公司都好，自己休息身心。人到中年真係要斷捨離。可以做選擇，我覺得已經係好事。好多同事好奇怪咁問同一問題，就係點解唔忍埋，再等多陣之類。其實每個職場嘅人都有類似嘅經歷。我同一間公司做咗19幾年，又點會唔明呢？每做一個決定，背後都有各自嘅因由，又或者真正嘅需要只有自己先知。目前呢份工嘅補償唔到付出。只係好多人都係咁情況，亦唔會為自己去做決定，乜都唔想失去，因為未知，冇人知為離職嘅決定係用咗幾多時間去內耗，幾多時間去安排啫。總之今日嘅決定就係成為明天嘅自己。不過究竟又有邊個可以知道明天嘅自己會係點？可以預估，但不能肯定，就好似股市一樣。上星期話咗開始減持部分有錢賺嘅股票，好慢好少咁進行中。最近港股有復活嘅動力，可能美股俾 Donald Trump 玩殘，益咗香港。如果長和可以升到好價位，咁生活壓力都少啲。到時講笑咁講，補錢俾公司要求即走，大家不拖不欠，講客啫。同事都叫我依家根本唔使咁上心去做，的確太用力不正確。樓盤啲問題俾老闆們自己去解決先係正路，因為佢哋咁叻，叻在有乜都射去下層。依家無中層，直去下層同事，呢啲又可以解讀精簡，幾叻。好，又講住咁多先，可以嘅話請俾 like，有感覺就留言，睇多幾次啦。